其实我伫咧细汉的时阵，敢若甲阮阿公阿嬷才有讲台语。后来是一直到我大汉，一直到阮大汉伫咧我腹肚内面的时阵，我才阮决定要甲囡仔讲台语。对迄时阵，我甲我的台语捡倒来讲，伊若大汉，我若练，甲我的台语练好顺安尼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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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觉。喵得好啊！台语的囡仔歌就是要有即款歌，就是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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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要一款足洗脑的物件，会缀咧唱的一个元素，就是伊伫遐鸟啊伫遐喵。毋过就是音乐好耍的所在，无共款的制作力，无共款的个性，无共款的音乐的碰撞，伊就会有一寡新的物件，嘿，新的物件出现，这嘛是趣味的所在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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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好，都瞄得到哈，好，瞄得到就好。啊，鸟仔话的曲基本上就是照伊的词来编排的吼，囡仔较好学。到暗时仔的时阵，用暗时仔即个角度，互伊敢若伫要困去啊的即个想法来做创作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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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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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！啊，为什么没有那个最高的那一次？接下来这一次吧。啊，对即寡囡仔歌，对遮台语的歌对咧唱，甚至阮表演结束了，因会开始主动家己去讲台语，家己去找台语的歌曲来听。不管是阮乐团，或是讲其他的音乐创作者，拢希望大家继续拍拼，加写一寡台语囡仔歌。鸟仔话对我来讲是，当然对歌词来讲，我是感觉无啥物倒音的问题，拢算真配合即个旋律吼，即个词曲的即个配搭是真好势啦吼因为我本身是真爱鸟仔的，所以我对即块鸟仔话吼，就当然就会感觉真好。唱歌，所以我用鸟话来喵。